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ris，我係一個芳香保健師嘅國家裁判啦，咁同時間都係一個營養治療師嚟嘅。咁我用咗精油咧，大概就12年嘅時間啦。我之前咧有一個受傷嘅經驗啦，咁大概有3年嘅時間，其實我攤咗喺張床度嘅，咁後面就用輪椅啦，咁啊幫手再慢慢逐步學翻行路啊，點樣拎嘢啊咁樣。咁我其中一個小 tips 咧，就係我喺瞓床嗰3年啦，其實我研發咗一個配方就叫做18銅人啦，咁都過3萬人用過㗎啦，而且係個個都有效啦。咁當中咧更加重要咧，我會用到古巴香脂啦，會用乳香啦，會用西洋蓍草，咁之後可以再分享個配方俾大家。嗰個配方咧用完之後咧，我會覺得最好係佢淨係就咁搽上去。總之你痛嘅時候就搽，痛嘅時候就搽，咁就已經好幫到手啦。